OK 好。咁啊，大家睇一睇呢句説話嚇，即係讀唔讀到呢句説話？呢個框裏邊嘅話係假嘅。咁我想問下你，呢個框裏面嘅説話係真定係假㗎？嗱，有答嗰啲，我覺得佢明明地嘅；冇答嗰啲，我真係唔知你明唔明啦。呢句説話，如果係呢個框裏面嘅説話，如果係真嘅，呢句説話就係假嘅。如果呢句説話框裏邊嘅説話係假嘅，呢句説話就係，咁佢係真定假？嚇！所以有人話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又唔係喎，真的就假了，假的就真了。喺哲學上咧，我哋稱呢個咧叫做 paradox 啊。英文中文譯出嚟叫做吊詭，因為極少用呢一個字嘅。你諗下，全世界如果我哋想有古往今來最悲慘嗰日係咩日？係啦，就受難節啊嘛。但係3日之後咧，復活節喎，你睇乜都死同生擺埋一個 package 裏邊㗎。哇！呢個我哋就叫做一個完美嘅套餐。我哋嘅題目叫做破碎中的美學啊嘛，叫即係基督教嘅獨特信仰嘅核心嚟。我認為係最精彩、最精彩嘅地方。所以今日同你去思考睇一睇聖經我覺得最精彩嘅地方啊，嚟自咧約翰福音嘅，就係12章啊。我哋就簡單揀7節定8節啦嚇。我讀一節，你讀一節喎。紅色字嗰啲咧，你停一停，dab 一 dab 嗰個可能幫你去理解段經文嘅。第20節係約翰12章啊。那時上來過節嘅人中有幾個希臘人，他們來見腓力，求他說：先生，我們願意見耶穌。腓力就去講俾安德烈聽，安德烈就同腓力去講俾耶穌聽啦。耶穌說：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哋，一粒麥子唔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係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愛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喪生命；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26節，我哋一齊嚟啊！若有人服侍我，就當跟從我。我在哪裏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裏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必尊重他。仲有2節，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，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。耶穌這話原是指着自己將要死說的。嗱，頭先讀嘅時候，大家好努力啊，咁啊未必注意咗我哋查經 OIA 嘅第一步，就係要注意呢一段經文嘅問題。咁呢段經文係咩問題啊？即係記敘，即係敘事，即係故事啦嚇。呢段係故事嚟嘅，係咪啊？又好似唔係喎，因為其實嗱，佢係一個大嘅故事，不過佢包住咗佢3句説話就講完個故事。後邊呢，就係耶穌嘅講論，所以你當佢係論説又得㗎。不過佢係個故事裏邊嘅，所以呢，事中有話，話中呢又有事啦，好妙啊呢句嚇。好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哋睇到之後呢，如果後邊係耶穌嘅論説呢，係直述嘅呢，佢講乜我哋直聽得㗎啦。嗱，呢個就係解經最基本嘅功夫。好，第一步我哋就問耶穌講乜話？佢話人子得榮耀嘅時候到啦。人子是誰？咁叻嘅你。嗱，第日讀到福音書睇到人子呢個字，你就當解我就得噶啦。我得榮耀嘅時候到啦。好，你聽到呢句，你諗起乜嘢啊？得榮耀係咩意思啊？得榮耀就係最得意、最尊榮、最風光嘅時候啊嘛。對一個學生嚟講，乜嘢叫做榮耀啊？攞獎狀啊，考第一啦！我有個朋友個女啱啱前1-2年入到 UC Berkeley 啊，哇，開心到暈啊！全北美公立第1大學啊！我同佢講點會好貴學費？哎呀，真係壓咗間屋都要供佢讀㗎啦！佢最尾直頭話：我當埋底褲都要供佢讀啊！點解啊？
因為係最榮耀嘅時刻，係父母好榮耀啊嘛，個僆仔榮耀係咪？對一個選手嚟講，賽跑嘅選手乜嘢係得榮耀啊？我話金牌咯，係咪？咁啊，對一個明星嚟講咧，攞金像獎咯。咁啊，對一個政治家嚟講咧，好似日本有個政治家叫做武士鬥苗啊嘛，你唔識啊？做事狗苗，唔好意思。你哋原來唔明嘅，冇辦法啦嚇。OK， 咁嗱，呢個叫榮耀。咁乜嘢叫做不榮耀啊？衰咗、病啊、俾人嚼啊、俾人拒絕咯，最尾破產，最尾死亡啊！嗱，呢啲就係唔榮耀嘅嘢啦，係咪？絕對唔榮耀嘅。咁耶穌點講話？佢話人子得榮耀嘅時候到啦，跟住佢後邊補咗句：我若被舉起，就吸引萬人歸我。我哋所有人都會咁諗，即係話耶穌係啦，勁啦，係咪啊？登基啦咁解。約翰就係知道你唔明，所以喺最尾補咗一節。講完耶穌話我要被舉起啦，吸引萬人歸我。約翰即補一節，補咗邊節？耶穌這話是指着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。喂，係咪 blow your mind 啊？令你成個個諗法，佢顛覆你嘅諗法喎。嗱，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嘅 paradoxical 嘅意思啦，又真且假，既假且真，哇，正反兩面。即係今日你望一望隔離嗰個，如果你同佢講，你好勁啊，原來你嘅意思係話你呢鋪仆直啦，係咪？咪就係耶穌呢個意思咯，係唔係㗎？牧師，哇，聖經就係講呢個叫十架福音啊，聽過未啊？十字架嘅福音啊，睇嚟愚拙、羞辱、軟弱嘅記號，卻係彰顯上帝嘅大能、智慧同埋榮耀啊！馬丁路德就索性叫佢做十架神學啊！呢個只有基督教有，其他冇啊！即係凡係信靠主嘅人，透過十字架必得生命。所以喺呢度呢，我覺得上帝要顛覆我哋嘅諗法。唔該，如果你做咗基督徒，你成個人嘅 mindset 要改變啊！簡單講，捨棄先至會獲得，死去先有生命。幫我同隔離嗰個講啦嚇，捨棄先至獲得，死去先有生命。哇！你明唔明啊？OK， 睇下耶穌話被高舉，即係被釘死喎。我哋明唔明啊？其實喺生物上面都有㗎。你睇下嗰啲蟹啊、蛇啊、蠍子啊，佢哋點先會長大㗎？係啊，脫殼剝咗層皮喎。我試下剝你層皮。嗱，睇唔睇到啊？呢個係聖經嘅意思。話40-40年前有隊好流行嘅樂隊喎，唔知大家識唔識呢首歌？佢有呢個咁嘅意味嘅。佢話I started a joke, we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ing。有冇聽過啊？未聽過？佢話我講咗個笑話，引起全世界哭泣喎。And I started to cry, we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laughing。未聽過個沙華仔啊？嗰個叫 Bee Gees啊，佢未出世啊！我真係唔好意思啊。佢最尾嗰句係咁嘅，佢話 Till I finally die， 最尾我死去啦。We start the whole world living， 反而全世界活起來喎嚇。咁佢用一啲對反咁講，話基督教其實好興噶，服侍以至可以掌權，你謙卑以至高升，你愚拙以至聰明，軟弱以至剛強。嗱，呢種基督教嘅真理咧，其實直擊我哋要害嘅。我哋其實唔舒服，點解？係人都唔想放手噶，係人都唔想死住噶嘛。由細到大，我哋不斷受訓保護自己嘅一切，保護我哋嘅生命，保護我哋嘅財產，保護我哋嘅健康，保護我哋嘅聲譽，係咪？我哋要話事，要做大，要做阿頭，要堅強，要勝利，要得着。
而基督教叫你去捨棄，叫你去死，係咪令你好不安啊？即係所以我哋諗一諗，其實我哋明唔明耶穌講嘅嘢呢？為咗你明啊，耶穌即刻用個比喻，嗰個比喻好簡單嘅。佢點講啊？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但係如果在地裏死了，就長咗好多子粒嚟。佢用麥啊，呢個響巴勒斯坦，佢哋係農業社會，人人都知咩叫麥㗎。每一粒麥都有潛在嘅生命，但係你要呢粒麥發揮佢嗰種嘅力量，佢一定要先死去。呢個就叫種子說啦。佢哋要知道死唔係結束啊，捨棄並唔係失去啊。你再諗一諗，麥子落在地裏經歷乜嘢？麥子落在地裏經歷咩啊？喂，俾啲泥點啊，擁住佢，跟住我哋淋啲尿啊，淋啲糞便落去，醃佢。喂，呢個過程辛唔辛苦啊？慘唔慘啊？但係結果呢，個生命就爆出嚟。耶穌用呢個例子講自己啊。我被高舉起來，就吸引萬人歸我。點樣高舉起來？就釘十架，就係一粒麥子咁樣死去啊！耶穌講緊呢一樣嘢啊，所以我哋全部誤解晒，我哋唔好肯付出，我哋要攞我哋同基督嗰個道理啱啱相反喎。我哋誤解晒啊！有個小孩子，好細嘅男仔嚟嘅，佢嘅姐姐咧患咗個重病，要輸血。而佢呢個小朋友呢，2年前患過同樣嘅病而康復咗，所以呢個小朋友嘅身體裏邊有抗體，而兩個人兩姐弟嘅血型呢就相同，就最適合捐血。所以當家人同醫生問佢你要願唔願意捐血嘅時候，哇！呢個小朋友諗咗好耐，咬住嗰個嘴唇就話好，為咗姐姐我願意。咁然之後就將呢個細路咧預備好晒咧，推入嗰個嘅醫療室度啦。當呢個小朋友望到佢姐姐嘅時候咧，呢個小孩子咧就發出咗微笑。而當針一拮入佢嘅手，佢睇到啲血一路咁樣流出嚟嘅時候咧，哇！佢個面咧變咗青色啊！跟住咧佢就問嗰個醫生，佢話：醫生，我幾時會死啊？佢誤會咗啊！佢以為佢啲血捐咗出去呢，佢就冇咗啦。今日我哋一樣㗎，我哋原來以為付出就係冇晒。耶穌話捨棄你會得着，先死而後生。哇！呢個係基督教好勁嘅真理喎。一粒麥子，我哋唔係農業社會長大啦嚇，但係我哋可以想像一粒麥子。我哋擺喺張台度，我唔擺台，我哋擺喺保險箱，我哋擺佢5年，佢會點啊？都係一粒麥子啊！我哋擺佢50年，發埋毛添啊！直頭係咪？即係你望下身邊嗰個基督徒，佢就係一粒麥子啦，係咪？你咪個禮拜翻嚟坐喺個座位度咯，翻一年。翻10年，跟住就係啦，講完啦嚇。喂，你明唔明個道理啊？呢個耶穌講緊個道理就係呢個道理啊。跟住耶穌講句好難明白㗎，佢話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，死了就係仍舊一粒，死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跟住話在世上珍惜自己生命嘅，係啊，就失去喎。跟住恨惡自己生命嘅，就得永生喎。喂，你係咪基督徒嚟㗎？係啊嘛。聖經耶穌點講？唔好話聖經啦，直頭係耶穌講添。你信耶穌嘛？耶穌點講啊？耶穌點講啊？冇話憎死你又太離譜啊！恨惡自己啊！喂，你有冇咁做？冇嘛？你珍唔珍惜自己？喂，隔離個組員踩咗你腳，你點啊？發咋嚼佢咩喎？咁咪失喪生命咯。咁點做啊？睇一睇，原來咧留意，耶穌講嘢嗰陣時咧，人哋好多人估計佢係用亞蘭文或者用希伯來文。
咁而希伯來文咧好得意嘅，佢係冇比較級㗎，即係呢個重要嘅呢個咧，佢哋冇呢種字嘅。我哋中文咧都有嘅，咧都冇嘅。不過我哋話好啲，英文就唔同啦，有晒啦，好簡單啦。good 如果好啲咧 gooder， 跟住再好咧 goodest， 係咪啊？跟住我哋話差嘅咧 bad、better、best， 係咪啊？喂，原來英文有比較級嘅喎，希伯來話係冇嘅。咁佢哋點啊？佢哋就用一個對面嘅説話嚟呈現啦，就係呢度啦。喂，你要愛上帝，恨自己。佢唔係叫你恨自己，如果咁你就誤解晒聖經。你要愛自己，其次先至愛自己，咁咧你就活出咗個生命啦。所以在這世上，賜愛自己生命嘅，反而係保守生命到永生喎。哇！即係話唔好將現世嘅慾望、地位、舒適睇得比上帝或者睇得比永恆價值更重要，你就 OK 啦。今日唔知會唔會一路摧毀你嘅諗法。嗱，呢個係基督教嘅核心道理嚟嘅。跟住喺37節，耶穌話：我原是為這個時候嚟嘅。為邊個時候啊？係為得榮耀咯，即係為死咯。我哋僆仔嘅時候啦，即係去幫人整嘢，俾阿媽鬧，你去替死咩咁啊？嚇，有冇咁俾阿媽咁鬧過？咁耶穌嚟真係替死嘅喎，係咪？佢嚟為我哋死做乜嘢？佢要宣告呢個世界俾罪惡、俾死亡、俾錯誤、俾破碎嚟決定。而家我要宣佈並不是如此。所以佢死人睇嚟咧係慘淡收場，但係復活喎，佢扭轉晒人間。咁所以我問你啦，復活節要唔要慶祝？唔係，復活節要唔要慶祝？冇反應。復活節要唔要慶祝啊？因為呢個係基督教嘅核心真理嚟㗎。但係復活節唔係單一節日嚟㗎，復活節同受苦節係個套餐嚟嘅喎。咁所以我問你，受苦節要唔要慶祝？係啦，呢個就係基督徒啦。我哋淨係慶祝復活節，我哋唔要受苦節。聖經就話咯，冇受苦節就唔會有復活節㗎啦。咁所以如果復活節我哋慶祝，受難節慶唔慶祝？咁慶祝咩啊？係慶祝受難咯。咩叫慶祝受難啊？紀念叫慶祝啊，都好嘅嚇。咁啊有個牧師有一次又係啦，好感動啊！佢自己睇聖經，睇到耶穌為佢死，佢話：天父真係感恩，多謝你將你嘅兒子賜俾我，為我死，我為此感謝你。突然間佢聽到天父同佢講喎：咁你為呢件事感謝我，你會唔會為呢件事感到高興啊？咁佢話：梗係高興啦，係咪？耶穌為我死，點會唔高興啊？咁你會唔會咁答啊？即係耶穌為你死，高唔高興啊？因為你有生命喎，高唔高興啊？梗係高興啦！我係啦，阿 David 就精啲，我感恩啫，未必高興係咪？咁啊奇喎，你感恩又唔高興，咁啊又係一個相反嘅情緒嚟。佢話我高興咁，突然間停咗一陣之後，天父就問佢啦，即係話人呢，佢羞辱我嘅兒子嘅時候，你高興？人將個荊棘冠冕硬山戴喺我個仔嘅頭上，你高興？人鞭打我個仔39鞭，係人間嘅極限極刑嚟㗎啦，你高興？然之後釘佢響十字架6個鐘頭，流盡每一滴血。響約翰福音記載，啲兵丁一擲佢，用槍一擲佢嘅肋旁，其實即係個心臟嗰度啊，佢流出血和水。即係路加醫生嗰個記錄係，即係話其實係最後一滴血都流埋咁解。佢話你高興？我直頭 dead air 啊！呢個牧師仲好興奮喺度感恩高興，喺呢刻唔知點樣答啊！天父問咗佢啲問題，過咗一段時間，佢做咗個深呼吸，佢話係我高興，就係因為咁，佢頓悟咗苦難嘅意義，佢成個人變得強大。
即係人生遇到咩問題都唔再攪擾佢。所以我懷疑弟兄姊妹你其實唔係好明基督教嘅，因為所有人信耶穌都係信咗耶穌做咩啊？得着，得着，再得着，係咪？但係你睇下耶穌喺度講就唔係啦。基督教嘅信仰核心係咩啊？先捨後得，即死得生。好，幫我同隔離嗰個講兩個字啊，放低死去。好，嗱，點解要同隔離嗰個講啊？因為我哋好難同自己講嘅嚇，所以就同隔離講放低啦，你放低啦，係嘛？跟住你死啦，係嘛？其實你同隔離嘅講，隔離嗰個咪同你講嗱，呢個係基督教嘅真理嗱，破碎中嘅美學。今日題目從遇苦到復活，我係想帶你一個整全嘅圖畫去理解基督教嗰個真理。好，我問你啦，基督徒一年最重要嘅日子係咩日啊？對基督徒嚟講，一年最重要嘅日子係咩日啊？聖誕節。咁啊，頭先我講嘅嘢廢咗啦。而家我對自己講，放低死去啊你！再問一次。對基督徒嚟講，一年最重要邊日？話盂蘭節啊！你話係咩啊？係受苦節或者叫做受難節。呢日先係基督教勝利嘅高峰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呢個係最重要嘅。所以咧，成個基督教嘅年歷啊，嗱，傳統教會或者大型嗰啲教會，聖公會、循道衛理會、信義會啊、天主教，佢哋有個叫做聖歷啊 （Holy Calendar），嗰個十字架就係成年嗰個中心。點解？因為受苦帶嚟生命啊嘛。而受苦節係響邊段期間嘅咧？就係第一次係響逾越節啊嘛，係咪？逾越 Passover， 即係上帝嚟赦免佢哋。咁所以逾越節同復活節就形成咗基督教嘅核心啦。咁但係於是佢哋就諗下，咦，點會有耶穌死同埋復活呢？如果耶穌冇嚟，所以咧佢哋開始再諗，唔單止喎，嗱，受苦節同復活節係一個套餐嚟嘅，係成個基督教嘅高峰嚟嘅。但冇聖誕節都唔得啊！所以開頭嘅教會一路去培訓啲信徒嘅時候，就 set 聖誕節啦。佢哋要透過考據，因為即係過咗200-300年、400-500年，根本冇人知邊一係耶穌出世，邊一係復活，即係都唔容易揾得到。咁於是佢哋就考據，就定咗聖誕節，然之後引到復活節，成為咗一個嘅週期。後來佢哋再覺得，如果復活節或者受苦節咁重要，我哋要用一段時間帶信徒預備個心去迎接呢個受苦節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就叫預苦期。有啲教會就叫佢做大齋期，而聖誕節呢都要預備嘅，所以叫將臨期。咁所以響聖誕節之前嗰4個禮拜嘅將臨期呢，佢哋會點燭嘅，即係好明亮，成個世界光亮啦。但係響受苦節之前嗰40日呢，係星期3開始嗰個叫聖灰日，就講你聽，你出於塵土，都必歸於塵土。You are nothing。咁啊，呢啲灰咧抹向呢一度嘅嗱，咁呢個咧就形成咗基督教嘅勝利啦。所以之前我括住黑色嗰個，有人叫預苦期，又有人叫大齋期咯，有人叫四旬期啊 ，Lent， 因為足足係40日嘅。咁大家就睇到啦，一上網就睇得到咧，呢一個就係基督教嘅年歷啦。上半節咧就係耶穌嘅故事，後邊嗰度綠色嘅咧叫常年期咧。就即係話咧，嗰個唔係最 key 嘅地方，不過你喺度讀啲經文咁啦。咁所以咧，成個基督教勝利由將臨期開始，一路去到耶穌基督嘅復活、聖靈降臨為止。嗱，咁大家就明白咗基督教佢哋嗰個週期嘅靈修係點樣做嘅。今年個復活節係幾月幾號啊？復活節
即係響加拿大都唔係咁清楚㗎。香港我哋好清楚啊，因為香港啲商場好緊要㗎嘛。係今年應該4月6啊，舊年呢？舊年呢？我問你啊，清明節幾號啊？4月5啊嘛。兒童節幾號啊？年年都係㗎嘛。復活節點解唔係年年都4月6嘅咧？嚇？點解唔係啊？今年4月6，點解出年唔係4月6咧？根據逾越節呢個其一啦，佢有幾個意思嘅。第二就係耶穌係響星期幾復活㗎？星期日㗎嘛。我哋星期日叫嗰日叫咩日話？叫主日啊嘛。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年初七叫做咩話？人日，有個名俾佢㗎嘛。咁你星期日點解叫主日？因為以前咧星期六休息嗰個係安息日嚟嘅。但係耶穌響第一日7日嘅頭一日復活，所以嗰日就叫做主日。以後所有嘅崇拜都放響主日做㗎嘛。咁耶穌響主日到復活，但係如果你年年都係4月6嘅話，有時星期3，有時星期1，有時星期2，咁咪好奇怪咯。於是初期教會就覺得唔掂啊，即係我哋要令到復活節一定係響星期日嘅。咁頭先又有教友話，喂，即係同猶太人嘅逾越節相關喎。咁逾越節又係響3、4月嘅。咁於是佢哋點做呢？咁佢哋就定咗一個嘅諗法啦。呢個諗法呢，就叫做春分之後第一個月圓之後嘅主日呢，就係復活節啦。所以年年一樣嘅，不過日子唔同。咁你又明白啦。咁頭先咪話有呢個叫做預苦期操練嘅，即係等我哋一路鋪入去，然之後去受苦，然之後復活啊嘛。咁係，所以喺復活節倒數幾多日之前係預苦期啊，或者大齋期啊，係40日，而唔計星期日，因為星期日係慶祝復活噶嘛，所以數落係有46日嘅。咁所以呢，即係今年嘅呢個大齋期呢，就係響2月18號正式開始啊。今日幾號啊？2月14，即係下星期3就係聖灰日啦。聖灰日呢，我哋要翻嚟呢聚會呢，牧師搽啲灰落你嘅額頭，點講話？你係塵土嚟嘅啫，即係你劈泥嚟嘅啫，你知唔知？即係咁樣下，你必歸於泥，即係咁卑賤嘅咋？耶穌嚟教你。咁所以呢，我哋或者叫披麻蒙灰咧。所以我哋凡係嚟聖灰日呢，個樣係點㗎？死灰咁啊，即係衰衰咁樣。點解？因為要進入去預苦期啊嘛。嗱，成個基督教由中東傳到去歐洲，一路傳到美洲，冇問題啊！嗰啲西方一傳到中國呢，就賴嘢，賴咩嘢咧？請問，冇錯啦！你原來由復活節倒數40日，分分鐘係撞到新年㗎。下個禮拜2 17號就年初一，禮拜3就聖灰日，即係禮拜2咧，恭喜發財！禮拜3你死啦咁樣，哇，好難頂啊，大佬！你明唔明啊？不過咧就嗱，老實講，香港咧絕大部分嘅教會搞預苦期都唔理㗎啦，即係香港絕大部分嘅教會搞預苦期係唔理嘅，就領你撞到夠啦嚇，又或者今日你死啦，聽日就恭喜發財咁啊，即係有啲人格分裂㗎，你覺唔覺啊？咁所以咧我就碰到個天才，嗰個天才同我分享，預苦期係要做嘅，不過你係要避過成個中國人嘅曆法，因為教會由中東一路傳到去歐洲北美，傳翻嚟中國啊嘛，你要讓佢能夠響中國嘅文化生根，你就要配合中國嘅文化。於是佢就話：不如將預苦期40日減為30日啦。佢就研究個萬年曆，未來50年都唔會重疊㗎啦。咁我覺得呢個人相當有智慧，咁所以我自己舊教會呢，就跟佢呢一個智慧嘅做法。咁如果呢個智慧嘅做法OK 呢，咁即係話今年呢，如果我哋 GMCC 推呢個預苦期呢，就3月7號正式開始。咁而我哋第一次 start up 大家一齊嚟靈修呢，就2月26號，
有線上嘅默想基督。清唔清楚啊？咁點解你明白教會要設計呢啲嘢咧？全部有呢啲嘅思考喺度啦。好，頭先最尾嗰節經文耶穌點講啊？佢話有人服侍我，就應當跟從我。跟從我嘅人呢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咩叫跟從主啊？就係走耶穌走過嘅路，結果父尊重你。即係話你跟耶穌一樣，唔愛惜你自己所有嘅，將佢埋響土裏邊，係咪？你受壓，你堅忍，你裏邊嗰種榮美嘅生命會走出嚟，直傳到永恆啊！嗱，信耶穌嘅人就明白呢個意思，捨己就好似麥子一樣咁死去，卻係變成另一個樣啊！呢個叫捨己。簡單，我為捨己做一個定義，就係每一個選擇裏邊都讓基督嘅價值彰顯出嚟，呢個為之捨己。唔啱我意思唔緊要，讓基督嘅價值走出嚟。我再講一次，每一個選擇裏邊讓基督彰顯出嚟，好冇？幫我同隔離個講呢句説話。每一個選擇裏邊讓基督彰顯出來。施洗約翰就係咁講啊，佢話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啊嘛。其實就係呢個意思啦。咁點為之捨己啊？第一，唔好做老大咯，即係咩你都要話晒事。第二，你保障他人嘅權益多過你自己啦，呢個叫捨己。第三，按住神嘅心意而行。有一個嘅蘇格蘭人，即係英國人啦嚇，大概已經係100年前嘅事啦嚇。呢個人咧係一個短跑飛人嚟㗎，佢會最擅長係100米短跑。咁啊，佢曾經講句説話，我唔中意被擊敗嘅。1924年而家2026咧，即係100年前啦。而1924年喺巴黎嘅奧運，咁佢就參加咗100米短跑。點知嗰日啱啱放響星期日，佢係一個敬虔嘅教徒，同埋一個宣教士，所以佢拒絕跑，佢唔肯跑。嗰日仲有4乘100接力，佢都係其中一個隊友。佢話我唔跑，星期日係我嚟敬拜㗎，我唔會跑。佢咁樣講。哇！呢個消息一出，震驚全個英國。喂，英國響英格蘭係 Church of England， 響 Scotland 係 Church of Scotland， 全國都差唔多係基督徒嚟㗎。但係一聽到呢個消息，全國蓋憤啊！新聞界係咁嚼佢，鬧佢叛徒，話佢個面目可憎，哇！好慘啊！佢響巴黎承受嘅壓力係天咁重，要佢改變，要佢改變，佢死都唔改變。佢只係改咗一樣嘢，佢係100米嘅專長。佢改咗跑200米，因為200米唔係喺星期日舉行。但係200米唔係強項，你知道短期嘅肌肉爆炸同200已經唔同啦，同400已經唔同噶啦。咁佢跑200，居然俾佢跑第3，攞咗季軍。請留意啊，一個人喺奧運跑第3，好勁噶啦。但係成個英國 ignore 佢啊，直頭因為興啊，完全唔將佢件事求其報導，唔理佢。咁之後，佢個隊友見到就讓咗個400米俾佢跑，唔係佢專才嚟㗎，跑400，佢冇辦法啦，佢就跑。啲人一路鬧佢嘅時候，佢話：我唔係為自己跑，我唔係為勝利跑，我唔係名利跑 ，I run for God， 我係為信仰而跑啊！哇，好犀利啊！響初賽估都估唔到跑400，居然係50.2秒跑完。跟住再去嘅時候咧，49秒跑，第2次跑，俾佢響嗰隊都做咗第1名喎。然之後進入半決賽嘅時候，48.2秒入到去，係佢成個人嘅巔峰狀態。哇！舉國都歡騰，一路 hold 住佢。一個完全冇經驗跑400嘅人，因為信仰嘅緣故改跑400，卒之用47.6秒破咗世界紀錄，而呢個世界紀錄要12年後先至會被打破。呢一個蘇格蘭嘅名咧就叫 Eric Liddell， 佢有中文名嘅，叫李愛銳。點解咧？原來佢係一個宣教士嚟嘅。你估都估唔到，佢跑完之後，哇！全人類擁戴佢嘅時候，佢即翻入佢嘅宿舍寫講章啊，好感人㗎。
跟住翻去之後，啲人要佢做教練，要佢從事呢個體育行業。佢話我唔會做，因為佢要去中國做宣教士。佢就嚟咗中國，所以改咗個名叫做李愛銳啊。佢有中文名嘅。咁去到中國天津嗰度服侍嗰啲貧困嘅人士。響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佢唔翻英國，佢留響中國。佢俾人捉咗，俾日本仔捉咗咧，入咗去集中營嗰度。然之後佢就喺嗰度有個名額俾佢做戰俘咁樣咧，翻去英國。佢拒絕，佢將呢個名額讓咗俾一個孕婦。然之後1945年2月，佢就死響集中營。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我想請敬拜隊上嚟啊！呢個故事拍咗電影㗎。如果你有留意，佢個名叫做烈火戰車，就係將佢嗰個生平咧就講出嚟。其實好簡單啊！一個人你為咩而活？對你嚟講，乜嘢最重要？如果你熾愛，即係愛上帝比你自己更強，你就保守你嘅生命到永生。喂，呢個就係基督教個核心信仰。我哋就快進入預苦期噶啦，我哋去想一想耶穌基督嘅受難，耶穌基督嚟世間為咩？我哋閉上眼睛啦，我哋聽聽敬拜隊唱呢首詩歌。你為人類付了愛，你為人類受鞭傷，為這不配的罪人，你被人污蔑厭棄，血混和着淚水於身上，十架釘身，主心因銘記。神常伴我遍歷風雨，保守我在陰卑之處，孤單幽暗裏，你必照亮我生命，如寒夜裏賜下溫暖，憂傷中你是或我安慰，一生緊靠你，永享恩主的愛。係啊，親愛嘅弟兄姊妹、親愛嘅朋友，我哋嚟到呢一度嚟認識基督教。約翰福音12章正正係耶穌一句説話，就將基督教最核心嘅真理 present 咗出嚟。喺我哋當中有唔少人已經生命改變咗，轉向咗跟從耶穌。而我哋話2026年係我哋 GMCC 靈性建立嘅一年。因為假如我哋信，但係信得好似發毛毛咁樣，我哋信得求求其其咁樣，咁我哋信嚟做咩呢？所以容許我今年好鼓勵每一個人，好冇每一個人，今年係你自己靈性復甦嘅一年，係你自己將上主嘅價值放喺一個更重要位置嘅一年。同我一齊深深吸一口氣。係啊，讓基督在你嘅心中作主啊！呢個第一點，將佢成為人生嘅第一位。做一個立志，而家喺個座位度做一個立志。係啊，2026年我要好好地咁渴求主，我要認識佢，我要追求佢，我要同佢深深咁樣連結 connect。係啊，做咩事上邊我都祈禱問一問主啊，呢個係咪你嘅意思？你中意我咁樣做嘛？你成個人嘅生命就會脫胎換骨噶啦。
我唔知你會唔會每個禮拜、每月都做少少計劃。喺計劃嘅時候祈禱，先想一想，主啊，你想我應該點樣做呢？又或者而家我挑戰每一個基督徒喺呢一刻諗一諗，你點樣做你先覺得自己係一個認認真真嘅基督徒呢？或者係每一個晚上，或者每一個早晨，總有一段時間你乜都唔做，你放低，你拎出嚟就係面對面對住主，好好地同神連結、祈禱、溝通、聆聽佢，又打開神嘅道聖經去讀一讀佢。即係話冇感覺，即係話冇乜得着，唔重要。呢個係一個生命嘅操練，因為我睇得呢樣嘢比我自己更重要。係啊，嚟到加拿大溫哥華，可能我哋好忙，好多嘢要做，出街都可能幾個鐘頭。問題係我哋自己有冇好好重視神，有冇將神擺喺我哋生命嘅第一位，有冇安排一段時間嚟響聖經叫呢個叫做分別為聖啊，就係冇嘢比呢段時間更重要。所以容許我今日挑戰你。我唔知仲有幾多機會喺呢個位，喺你企喺呢個位度嚟鼓勵、挑戰同埋激勵你。但係因為我覺得重要，我覺得對你人生係極重要嘅。安排時間嚟見你嘅神啊！安排時間嚟渴求追求佢。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點樣先至會做一個熱愛上主嘅人呢？喺過往嘅歷史裏邊，有無數嘅人行過無數嘅路，佢哋嘅足印一個個咁樣留低，佢都感動你嘅。你不妨打開啲傳記，一個一個去睇，只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佢哋嘅生命深深愛上主。由於佢尊重神，佢將神放喺第一位，佢諗嘢嘅方法，佢生活嘅方法，佢工作嘅方法就完全唔同啦。容許我呢刻，我挑戰你，都係咁做，同我做一個深深嘅呼吸啦。如果你都願意，讓2026年成為你一個渴求上帝嘅一年，將你嘅手放喺你嘅心上邊，將你嘅手放喺自己嘅心上邊，做一個簡單咁嘅祈禱。親愛主啊，我立定志向，要好好追求你。親愛嘅主啊，我而家喺你面前立定志向，要好好咁樣追求你。係啊，你可以開聲嚟祈禱嘅話，親愛嘅主啊，我而家立定志向，我要好好咁追求你，認識你，熱愛你。阿們。親愛天父，我哋多謝讚美你。我明白人可以喺度宣講，但係冇咗你聖靈嘅感動，冇咗你自己喺度運行，人嘅生命係唔會改變。所以我祈求你嘅恩，我祈求你嘅愛，我祈求你嘅聖靈喺我哋當中橫掃我哋嘅心靈，以致摸着改變佢，讓我哋變得不再一樣。我為此獻上感恩，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。